大家好，歡迎又嚟到我嘅 channel 啊！上年年中，我哋突然之間又有時間返去台灣一轉。今次嘅影片呢，主要記錄返我哋去探親同埋飲飲食食嘅餐廳。其實飛高雄真係好方便啊，1個鐘頭嘅飛機，然後坐10零分鐘嘅捷運就已經出到市區咯喎。比起台北，我就覺得時間上快好多啦。放低行李之後，梗係要去醫下肚仔先啦。第一站我哋去咗深村當當巨蛋店，呢間餐廳喺 Google 評分裏面有4.9分。睇下個餐牌先，有好多選擇喎，除咗當飯之外，仲有啲手握壽司同埋手卷，同我哋之前喺台中食嗰間順兵衛模式有啲類似喎，唔知呢間嘅味道又會係點嘅呢？同台中嗰間有少少唔同。鋪頭嘅面積比較大，台同台之間嘅距離呢亦都比較遠，坐得比較舒服。你哋睇下個茶碗蒸得幾嫩滑，刺身嘅質素都好靚仔添啊！連剪緊片嘅我都睇到流晒口水。唯一唔同嘅就係呢間嘅豉油係偏鹹，而台中嗰間豉油係偏甜嘅。而我自己呢就比較中意甜豉油啦。哇，係飯啊！啲魚呢？味噌湯勁大嚿，差唔多冇。睇下我個表情幾滿足。最尾鋪頭仲送咗雪糕俾我哋食添。整體而言，呢間餐廳都係值得一試㗎。第二站，你估下我哋去咗邊度？答案係去 salon 剪頭髮啊！今次呢間人，我哋都係隨機喺 Google 度揾嘅，見佢評分有4.9分喎，所以就嚟體驗下台灣嘅剪髮究竟係點㗎啦。第一次去台灣嘅 salon，發現裏面仲有一個位置係專門用嚟沖嘢飲俾顧客嘅喎。之後就係頭髮同頭皮嘅簡單分析。他說一秒鐘可以震動幾千萬下，去震動它，讓它護髮，看你自己想要的感覺。我先試一下基本的就先。你想要尖轉一點也是可以的，也是可以。如果你要自己沖的老師，你沖不出的話，那你應該不管你。髮型師會細心咁介紹返每一樣產品對你嘅髮質同埋頭皮有咩幫助。除此之外，仲會喺顏色上面俾啲意見。淨係喺溝通同埋確認呢一方面呢，我哋就已經用咗差唔多半個鐘啦。今次除咗剪髮、染髮同埋護髮外，我哋仲加多咗一個精油頭皮護理。做到中段呢，髮型師仲會攞個顯微鏡出嚟同你檢查一下頭皮同埋髮根嘅狀況。正常它可能要有2到3根集中在一個毛囊裡面，但是都剩1根，所以這樣好好保養，而且很明顯的乾紋出現的。一丈的，它就是剛剛的，後面剛剛很說辣辣的，這邊對不對？到邊？這是玻璃瓶的精華液，滿滿的精華液都在這一瓶裡面，所以它的價位其實蠻高的。等下我們現在就會帶你操作，對，明白。呢度見到呢，就係髮型師將啲精油加落去頭皮嘅精華液裏面，混合咗之後呢，就滴落去我哋頭皮度同埋按摩。咁你一路按呢，就會聞到好香嘅精油味噶啦。頭先大家都見到啦，我個頭皮呢係屬於比較乾嘅，咁髮型師呢就推薦咗呢一隻呢頭皮保濕力比較強嘅精華水，搽落去頭皮度冰冰涼涼咁，真係好舒服噶。一齊嚟睇下護理完之後頭髮嘅狀態啊，係咪好有光澤感呢？我就幾滿意今次嘅體驗啦，唔知下次你哋去台灣會唔會有興趣試下剪頭髮呢？話咁快就到晚餐時間啦，我哋揀咗去食下午嚟同屋企人慶祝生日啊！
話說嚟咗台灣咁多次，都係我第一次嚟食蝦毛梨啫喎。餐廳嘅裝修呢，好似馬戲團主題咁，全部都係呢半個圓圈或者一張長台咁樣坐，唔知係咪間間都一樣嘅呢？一行到台邊呢，就已經見到廚師準備緊啲前菜啦。又到咗餐牌時間，如果有人同我一樣呢，都仲未食過蝦毛梨呢，咁我就話俾你聽啦。佢係一間西式嘅鐵板燒餐廳，所有嘅菜式呢，由頭盤到甜品呢，已經一個個套餐同你配搭好晒啦。當然啦，如果你中間有啲唔食牛或者唔食海鮮嘅朋友呢，你都可以同服務員講，佢哋好貼心咁可以幫你轉做其他嘅食物。價錢嚟講呢，就比較貼地一啲啦。唔記得講添，去之前記得訂位喎。唔知有冇人同我一樣都好中意食佢哋嘅麵包嘅呢？我覺得你個好味啲。你比較濃，比較清。第一次一路睇住廚師表演，一路食飯，都係一個唔錯嘅享受嚟嘅喎。所有食物呢，望落去烹調嘅時間都啱啱好，全部都金黃色，好似好吸引咁啊！食落口呢，又唔會太乾，每一啖呢都有肉汁走出嚟。仲未試過蝦毛梨嘅朋友，仲快啲過嚟試下，真係好好味啊！咁我發覺你嗰個葡京蛋係好食喎，個雞扒同個魚都好食喎，個羊都好好食啊！好香喎！另一個值得推介嘅呢，就係佢個炒飯啦，用鐵板炒出嚟嘅炒飯真係好香好脆口啊！你個飽都真的飽了。不是因為它慢慢吃那速度，所以就會飽。完美嘅一餐梗係唔少得甜品㗎啦。食甜品嘅時候呢，係需要換去隔離嘅普通餐台度嘅。甜品嘅選擇呢，都有4款咁多嘅喎。另外，因為我哋仲有人生日呢，餐廳仲額外送咗一個細嘅生日蛋糕，仲送一張合照俾我哋添。第二日嘅計劃呢，主要都係陪屋企人，記錄一下台灣家庭嘅早午餐係食啲咩先。晚餐呢，都係台灣媽媽嘅巧手料理，真係好厲害啊！唔知道嘅要喺餐廳度食嘅添。第3日去咗用少極力推介嘅華達奶茶，紅茶多啲好，5分甜好。華達奶茶呢，好多地方都有分店嘅喎。我哋今次去呢間呢，就係響新左營站啦，認住呢個西一門出口就喺隔離嘅啫。佢係紅茶加普洱啊。奶味重啲咯，奶味重啲，然之後，茶香淡啲啫，同香港唔一樣。佢啲珍珠都幾好咬。好啦，好味。佢哋而家去緊租車嘅，因為叔叔同阿姨今日要用車，我哋冇車。我哋嚟翻新左營高鐵呢邊租翻部電單車仔揸下，我哋今日要出去買嘢。如果大家想租車呢，基本上要去返大嘅火車站附近先至會有。
通常呢都好多選擇嘅，而且費用都唔係好貴，租一日呢都幾划算㗎。最後揾咗呢間欣興租車，租咗半日。我哋6點前左右還400蚊台幣半日。呢度呢，對面就喺新左營嗰個高鐵站，左營高鐵站，然之後落扶手電梯落嚟呢，過馬路呢邊呢就好多租車㗎。咁啊揾咗呢間，隔離有小馬，呢間係欣興，我哋揀緊呢間啦，望落去啲機車比較多。落雨啊！租完車就落雨啦。起身到而家，除咗飲咗杯奶茶之外，我哋就乜嘢都未落過肚啦。喺 Google 度揾到呢一間 Angoli 嘅早午餐店，望落好似幾靚，食物都好似幾吸引咁，於是我哋就去試下啦。佢樓上仲有2樓嘅喎，不過可惜我哋嗰日去時佢冇開放。餐牌主要係西式早餐為主，種類都幾多選擇嘅喎，不過等候嘅時間呢就有啲耐啦。另外餐廳1樓嘅環境呢都算大嘅，不過台呢就唔係好多啦，基本上呢度一晏呢就已經忙晒。等咗差唔多半個鐘，啲食物終於都上齊啦。你哋睇下個樣幾吸引。如果你哋問味道如何呢？呢類型嘅餐廳都唔會太伏嘅，正正常常不過不失啦。到底係咪台灣人都習慣比較放鬆呢？如果等餐嘅時間可以快返啲就好啦。之後我哋去咗台灣朋友介紹嘅路式香水店。喺台灣仲未開放賣進口香水嘅時候，呢間鋪頭已經賣緊進口香水㗎咯喎，屬於台灣第一間進口香水嘅鋪頭。你哋睇下鋪頭嘅香水種類有幾多，實有一款你啱嘅，價錢呢亦都會比出面專櫃嘅平一啲。台灣好像香水民國79年開放的嘛，我跑了大概2年左右，開始剛好台灣剛好有進口香水，之前都沒有，就是跟香港的代理商認識嘛，這樣子，然後叫那個跑單幫我帶進來。其實店面是民國82年才開，我是我結婚那一年才開店，我82年之前都是一個人在做。一個人在跑國外啦，然後貨帶進來，就批給比方台北啦，然後你那個是後來新覺江就開始蓋好了，然後新覺江剛好有一些賣香水嘅，批給那些客戶這樣。除咗香水之外，佢哋仲有好多唔同味道嘅香梘嘅噃，大家有冇覺得好熟口面呢？香港都買到呢個牌子嘅香梘㗎，但係佢呢度嘅味道呢就多好多選擇啦。大家平時鍾唔鍾意喺 Google 度發掘一啲隱世小店嘅呢？今次我就揾到呢家碗容奶奶家嘅慈禧店，佢喺一個橫街小巷嘅路口度，淨係門口嘅佈置呢都已經好得意、好有特色啦。入到去呢，發現鋪頭呢放滿各種各樣唔同嘅瓷器，淨係碗碟盤花樽啊，都已經有好多唔同嘅選擇。每一樣嘢呢都有自己嘅特色喎。雖然鋪頭唔大啊，但每一個角落、每一個位置呢都好值得你細細咁樣去發掘佢嘅有趣。如果唔係呢，你走漏眼就會損失咗自己嘅心頭之愛㗎啦。其實目測成間小店呢，我估都有上千種唔同嘅產品。
淨係醬油碟啊，都已經有咁多唔同嘅種類喎。我都唔記得喺呢間鋪頭度行咗幾耐啦，真係每一個位置都好吸引我去發掘啊！最後梗係唔少得帶返一兩樣自己嘅心頭好就啦。離開前嘅最後一餐，我哋去咗漢神百貨度食自助餐啊！聽台北嘅朋友講呢，佢哋過嚟高雄都好中意嚟呢度食自助餐㗎噃。除咗性價比高之外呢度場地都好大，而且菜式嘅種類呢都好多唔同嘅選擇喎。淨係個飲品區都比我哋平時香港嘅前菜區大好多啊！除咗一般嘅飲品之外呢，佢哋仲有紅酒都係任飲㗎。如果中意飲酒嘅你哋呢，就可以嗒返2杯啦。基本上呢，香港自助餐平時有嘅嘢食呢度都會有，有時可能仲會多一兩樣其他唔同嘅選擇添。至於價錢呢，成人晚餐呢，每位大約台幣1300蚊左右一位，詳細呢，梗係以官網嘅價錢為準啦。其實今次嘅旅程呢，主要以探親為主，所以呢，我哋就選擇咗住喺屋企裏面，而冇租到酒店啦。唔知係咪因為高雄俾人嘅印象好細，好似冇乜嘢玩咁，所以我每一次去呢，都希望可以揾啲唔同嘅地方帶大家睇下。希望大家下次去旅行嘅時候都會考慮一下高雄呢個地方啦。今次嘅影片又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一齊再玩過啦，拜拜。Under the stars up in the sky.